哇，原來2000萬而家佢有個身份證。我有社團建議咧，就話咧重提呢個投資居留。咁佢提出就2000萬。咁其實建議啫，仲未開始嘅。咁但係過往澳門真係試過嘅。咁以前就投資100萬咧，買個不動產咧就可以申請投資居留㗎啦。不過就停咗啦已經。咁仲有冇其他嘅方法係投資居留？其實仲有嘅。咁譬如重大投資啦，針對一啲一家四產業啦，係啲咩就係叫綜合休閒旅遊啦、大健康啦、會展商貿同埋科技啦、一啲文旅嘅啦，都仲可以嘅。咁但係嗰啲嘅條件咧就會咧係要求高啲啦，佢哋需要創業啦，需要開設公司，然之後做一啲叫做實際投資咁樣嘅。咁當然啦，要準備好啲咩咧，就係要有從業嘅計劃書啦，同埋就係叫實際投資啦咁樣。咁經過審批之後咧，就可以申請呢個投資居留㗎啦。如果有最新消息，可唔可以先話俾我聽啊？到時話俾你知。OK，關注我哋。